Samarastele dringi lonse nishtani de lakirwa 第22课第22课 lasna lonse nishtani barwa 第22课 他lonse nishtani de ngazo kharire lasna 课堂用语课堂用语课堂了真知道了哇你看了那就哇用语了是那必须当个用了是那必须当哇语了是那最多就必须当那就个然后面的给下课堂用语了是那但真看那必须当个名词我们那知道特别高兴的必须当个词有哇第个人觉得课堂用语对话了是那卡达拉米尼给这些话哇对话他们谈不的个老师不好意思现在我身体不太舒服请问我可以提早离开吗看着的老师不好意思现在我身体不太舒服请问我可以提早离开吗老师了是那给啦了我说但的罗马给这些就来的罗马给啦了不好意思公帮忙错了现在了是那单大罗我了是那罗身体了是那是不罗不太了是那啥没吧舒服了是那对不我谈到是不对不让民族了老师不好意思给了公帮忙错了是我谈到是不对不让民族了请问跟你学了我了是我罗可以了是那你把的错吧罗提早了是那我总的话第四年了离开了是那多玩罗妈了是那提我的请问我可以提早离开吗跟你学了我第四年了做那提个别了是老师不好意思现在我身体不太舒服请问我可以提早离开吗给了我那是不对我让民族了是你我念了做那提个别了是你给了个你现在还好吗你现在还好吗就让谈他对不对了你现在你了就说现在了谈他还了是那谈都好了是那也不罗妈了是那提我的你就让谈他对不对了是看你都来了呀你罗马基我现在有点谈他对自己现在了是谈到罗有点了是那对自己发烧了是那草包啊我这强把那的草接多我了发烧了现在有点发烧了是但的第四期草多了是头痛我那哇头痛了是我那哇肚子痛肚子了出过了肚子痛了是那出过那哇牙痛了是说那哇牙痛了是说那哇拉肚子了是那出过血哇他第次嘛那才给明了了现在有点发烧但他第四差不多了是我那个多了是出过那个多了是说那个多出过血个多但第次我到起你送是我就让看那个那的不是当哇我现在有点发烧我的第四差不多头痛我那哇肚子痛出过那哇牙痛说那哇拉肚子出过血哇你给那个你有去看医生或是拿药吃了吗你有去常做准备了是看医生了是呢看了到医生了是呢明白了或是养呢拿药了是没来吧吃了吗啥准备了是
就没把了点一杯药呢，就没塞一杯了是。你有去看医生或是拿药吃了吗？就没把点一杯药呢，就没离了是。看医生了是没把打下住了哇，或是了是药呢，拿药拿了两把的药了是没了哇，吃了了啥哇？你看了是有的谢谢老师，约了是都叫那给来了是，有的了是约了我了，谢谢老师，都叫那给来了是。你给那个不客气，快回去好好休息吧。不客气，快回去好好休息吧。不客气了是给我嘛的来了，快回去了是你就把酒了了，快了是你就把的回去了是呢怕落了哇。好好休息，好好了是要破进的，休息吧了是呢眼数给了说。不客气，快回去好好休息吧。给我嘛的帮助破进的眼数要不给了说，休息了是呢眼数掉了哇。你过来开始，谢谢老师，都进来给了，我先回去了。谢谢老师，都进来给了，我先了是俺唐波罗啊，回去了是那怕落着了，我先回去了是俺怕落着给了，了是那着给来了呀。谢谢老师，我先回去了。对不起，俺杨家去落给的。课第22课，课堂用语。老师，不好意思，现在我身体不太舒服，请问我可以提早离开吗？你现在还好吗？现在有点发烧，头痛，肚子痛，牙痛，拉肚子。你有去看医生或是拿药吃了吗？有的，谢谢老师。不客气，快回去好好休息吧。谢谢老师，我先回去了。